踏入2026年，香港楼市明显回暖，今年香港楼价走势将如何演变？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永泰执行董事兼销售及事务总监杨聪勇先生，为大家帶來他的預測，並揭曉永泰2026年的推盤大計。對於2026年息口走勢有何看法？減息可進一步激活樓市。咁其實咧就香港而家按揭息口咧已經係非常之低嘅啦，已經係3厘25左右啦。咁比起之前咧差唔多成5厘幾，咁4厘幾5厘咧，咁已經係非常之吸引嘅。咁啊變咗嗰個供樓個成本開支亦都非常之吸引啦，會係低嘅水平啦。咁啊如果係投資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啊因為咧係公平個租嘛。咁啊，所以好多投資者吸引咗好多人嚟去買樓嚟去投資收租嘅。咁啊，當然你話預期咁好多市場咧都預期可能美國之後咧嚟緊會議息啦。咁啊，佢哋都普遍預期啦，可能有機會再走低嘅嚇。咁因為佢美元化啊嘛，咁啊令到嗰個有機會個息口再向下走。咁至於話香港個銀行公會方面會唔會去跟隨咧？咁好視乎翻個資金流向啦。咁啊而作出決定咯。承接近期樓市的樂觀氣氛，您對2026年香港住宅市場的成交量及成交價有何具體預測？預計2026年內地客市場的發展會如何？喺嗰個樓價嘅指數喺樓價指數最高峰期約莫2019年度啦。2019年嗰時候係講緊我哋有個指數係約莫係191嘅，咁啊去到呢一刻為止咧就去到147左右。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佢已經係跌咗23% 左右。咁但係咧，看似個基數就變得好低啦。咁啊，亦都係有一個好大誘因。咦？點解可以其實可以慢慢再可以向上？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呢個基數低，但係咧，其實喺過去嘅谷底咧，其實係舊年嘅事嚟啫。喺谷底嚟講，跳升到去而家呢刻已經係慢慢，已經係向上走高咗係7%。咁所以咧個勢頭係非常之良好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其實喺行內大家傾偈啦，其實我哋都好睇好今年個樓市個價錢咧會係慢慢再飄上去。咁啊相信咧喺呢個低位個低谷嗰度咧慢慢走上之後咧要翻去嗰個嘅高位191咧係絕對唔係難事嚟嘅。咁我哋保守估計啦，2026年咧嗰個樓價咧應該有我諗至少都5至10% 嘅升幅嘅。咁呢個係價錢方面啦。咁至於喺交投方面咧，其實都亦都係唔錯嘅嚇。我哋睇翻2025年咧全年嘅一手嗰個成交，平均每一日啦，咁其實都有大約56宗嘅。咁但係咧踏入咗2026年嘅1月啦，咁淨係整嘅1月份咧已經係每一日嘅交投量已經去到80宗。咁啊，嗰個有成40幾個% 嘅升幅嘅，咁我諗都我哋睇個勢頭咧，應該會係一路 keep 住啦。咁啊所以我哋睇2026年咧嗰個嘅小陽春咧，應該會繼續上，一路保持住。咁啊，亦都可以咁講，用4個字概括咗啦，係有價有量。內地客咧，我諗喺近呢1-2年咧，亦都係節節向上嘅。喺個交投量方面咧。我哋保守睇其他嗰啲市場調研睇到啦，咁其實咧，無論係1、2手個市場咧，佢個佔嘅百分比咧，都已經係攞緊係20幾個% 平均嘅，甚至乎有啲係30%。如果甚至乎有啲係比較咧國內客鍾情嘅區份咧，走到去40-50%都係唔出奇嘅。咁我哋會形容為咩咧？其實呢啲係我哋啲國內朋友係一個新香港人係一個帶動樓市一個火車頭嚟。永泰於2026年的推盤計劃如何？有哪些新盤可以推介給內地買家嗎？咁啊踏入2026年啦，咁我哋第一季啦，我哋有一個項目將會發售嘅，咁啊叫雲向。咁雲向咧，其實坐落喺邊度咧？坐落喺一個好有利嘅位置，坐落喺粉嶺高爾夫球會嗰個位。咁佢咧雲向咧，其實一字排開，可以望晒成個3個18棟嘅高爾夫球場。因為其實咧粉嶺高爾夫球會咧係一個國際級嘅一個高爾夫球場嚟，好難得有一個咁優越嘅一個嘅地塊啦。咁我哋可以坐落去可以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好重視呢個項目啦。咁除咗一個好有利嘅天然環境之外咧，咁我亦都用心嚟去打造咗呢個項目嘅 product， 有一個好好嘅項目嘅質素啦。咁啊，例如仲要係大部分嘅住宅嘅樓底咧係有成3.5米嘅。咁同埋咧，我哋喺啲會所嘅設施方面咧，都用咗一啲
國際級嘅品牌嘅設計師咧嚟去打造嘅。咁當然有林林總總，仲有好多其他嘅優勢嘅。咁我都賣個關子先。咁希望咧可以之後咧可以有興趣嘅朋友咧過嚟我哋展銷廳度咧感受下我哋嗰個優勢。咁而我亦都簡單咁講一講啦。咁除咗有一個享受到一個3個18洞嘅高爾夫球場之外咧，佢個位置咧係一個好策略性嘅一個好有利嘅優勢。咁因為咧佢坐落喺一個東鐵線嘅沿線嚟嘅。咁東鐵線沿線成日都講點解會係香港裡面咧比較最優質嘅一個條鐵路網咧？因為咧佢呢條線咧就唔需要再轉車，可以無縫咁直通北創科嘅深圳，而南下咧直接可以去到金鐘嘅金融區。咁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一個策略性一個好有利嘅一個天然嘅一個自然一個地理嘅優勢啦。咁同埋咧呢條東鐵線咧可以享受到大學區林林總總一個頂尖級嘅大學區，例如中文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所有呢啲都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嘅賦予咗個優勢喺度。咁所以咧雲向咧就喺個地理環境方面咧已經係享受到呢個得天獨厚嘅優勢啦。永泰地產未來會打算增加土地儲備嗎？會選擇哪類土地？因為我哋其實都睇好嚟緊呢幾年嗰個住宅嘅樓市嘅。咁隨住我哋嘅銷售啦，一路係啲單位一路咁售出去啦，咁我哋都要填補翻個空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兩條腿走路嘅。咁除咗銷售之外咧，我哋同步亦都喺市場上物色緊一啲可以俾我哋可以發展到優質物業嘅一啲嘅地塊啦。咁如果喺地塊方面咧，我哋都暫時初步睇下，似乎東鐵沿線咧都係我哋覺得可以考慮之列嘅，因為我哋都頭先都有講嘅，因為東鐵線嗰個嘅發展潛力咧，嗰個優勢係非常之大。除咗佢本身係有嗰個大學嗰個大學區啦，咁同埋嗰個北創科、南金融嗰個一線無縫嗰個直通啦。咁同埋咧，加上埋咧嚟緊政府銳意發展個北部都會區咧，我諗係一個升值一個嘅發展嘅引擎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喺度物色緊喺東鐵線嗰啲嘅地塊啦，最主要為主。感謝永泰執行董事兼銷售及事務總監楊聰勇先生為我們帶來的精彩分享。相信大家對2026年香港樓市的走勢以及永泰的推盤部署都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你的購房難題成為我們問題，關注樓量香港，每期我幫你問。